羅湖呢個深圳嘅情感避風港，港味濃到化唔開，直頭係連住深港兩地嘅人情橋樑。喺羅湖呢片土地，仲演繹過5日1層樓嘅深圳速度傳奇。但係而家個個生活節奏快到甩碌，對住電子產品多過對人，搞到對眼日日受壓。資訊爆炸年代，手機電腦唔離手，用眼過龍幾乎都係都市人通病。對靈魂之窗嘅負擔真係大鑊過以前。等到2025年，羅湖口岸附近嘅天安國際大廈殺出間全新3級眼科醫院——深圳普瑞星耀眼科。佢哋背後嘅普瑞眼科集團夠晒猛料，全國24個城市插旗，開咗35間醫院同4間診所，每年幫過700萬人睇症。今次帶住港資背景殺入羅湖南湖街道，呢間第35間分院實會閃爆深港兩地，為大灣區街坊帶嚟頂級眼科服務。呢度班底夠晒升級，班眼科權威個個都係3甲醫院出身，齊心協力用專業醫術幫你對眼重新點着希望之光。9大專科包攬全身，由激光矯視、細佬哥嘅視光同兒童眼疾，到白內障、青光眼、眼底病，連中醫調理、眼外傷，甚至角膜病，通通有得醫。設備同國際接軌，診斷快很準。醫院環境舒服到似酒店，睇症流程貼心到爆，話明要俾你5星級待遇，唔使再為眼疾而煩惱。深圳普瑞星耀眼科幫你卸低包袱，讓你用返對大眼碌碌睇呢個世界有幾正。我哋係深圳普瑞星耀眼科，隨時 ready 同你一齊見證每個光明時刻。